各位準備喺中山買樓嘅朋友啊，尤其係過嚟置業嘅港澳街坊，大家好。今日唔講虛嘅，唔吹水，專門同大家拆解中山市住建局2026年上半年官方樓市半年報，全部數據100%官方有據可查，幫大家睇穿今年中山樓市嘅真實情況，邊啲人喺度買樓，同埋而家邊個板塊最值得入手。首先呢，直接講翻最真嘅核心數據吓，2026年上半年中山新房網簽一共係9308套，好多人咧睇落嚟呢個數字咧，其實都唔算爆升。但係我同大家講，樓市從來都唔係睇表面啲數據，最緊要咧係要睇買家嘅結構、成交嘅戶型、板塊嘅熱度、庫存嘅變化。而家中山樓市咧係逐步企穩，一路慢慢回升，走勢非常硬淨嘅。首先講翻港澳街坊最關心嘅。而家撐起中山樓市嘅根本就唔係本地人，官方數字擺咗喺度啦。上半年中山買樓嘅人，外地戶籍買家佔咗接近7成嘅，淨係得個3成係本地剛需。換句話嚟講，而家中山樓市完全係靠外地客戶跨城置嘅人托地參住。呢度有個重點，港澳朋友一定要記實啦。上半年呢，所有新房成交入邊港澳戶籍買家佔咗23%嘅。簡單啲嚟講，中山每賣出去4套新房，就有1套係港澳街坊朋友買噶。呢個數字咧，絕對唔係短期炒作嘅虛火而係每個月逐步穩定上升、真金白銀嘅自住同埋置業配置需求啦。足以證明而家中山已經係港澳街坊跨城買樓資產佈局嘅首選城市之一。除咗港澳客之外咧，深圳珠海呢啲周邊城市嘅外溢客源咧，購買力同樣都非常之猛嘅吓。官方統計咧，9大重點嘅外溢城市買家，今年上半年係中山嘅購房面積同比大升19.31%嘅吓。深中通道臨近珠海嘅區位優勢已經從概念變成實打實嘅成交啦。外地剛需改善旅居需求一齊釋放，購買力超級紮實，完全係冇水分嘅。跟住同大家講個避坑嘅重點，而家中山最搶手、最保值、最好出手嘅戶型，根本就唔係細則嘅公寓。2026年上半年90到144平方嘅3房、小4房改善戶型，網簽佔比接近7成啊！以前好多人認為咧，中山淨係得個細則嘅單位好賣，而家行情完全變咗啦。大家買樓咧都唔再係一味貪平反而係更加重視居住嘅質感、戶型嘅實用同埋日後好唔好轉手。記住一句話，跟住主流成交買樓咧，永遠都唔會錯嘅。呢類改善嘅戶型，自住舒服、出租穩定、二手流通性最強，係目前最穩陣嘅選擇啦。再同大家講翻政策層面咧，呢個係判斷後續樓市嘅走向嘅一個關鍵啦。今年嘅4月底中山升級咗樓市以舊換新嘅補貼啦。政策落地之後咧，市場即刻俾出正面嘅回應。5月到6月，中山新房網簽數量咧同比上升19.05%差唔多係足足升咗2成嘅。呢個係100%嘅真實網簽數據，唔係中介大看嘅熱度，亦都唔係樓盤嘅營銷噱頭，實打實嘅成交回暖，證明中山樓市咧已經係擺脫之前嘅低迷，政策托底見效，市場信心徹底翻嚟啦。接下來咧，拆解下目前各大板塊嘅成交熱度，幫大家精準揀樓，唔行錯路客。第一名咧，絕對係火炬開發區、翠亨新區、包含南朗呢2個核心嘅產業，加埋交通板塊咧，上半年成交面積係大升38.46%客，升幅係全中山第一嘅。理由其實都好簡單，一方面咧係大量嘅產業落地啦，吸納咗好多本地嘅產業剛需啦；另一方面咧係靠住深中通道嘅紅利，承接超多深圳外溢客加埋咧呢一個位置係港澳街坊通勤
週末旅居嘅首選地段。雙重需求疊加之下咧，熱度啊、潛力、轉手能力，全部都穩居第一梯隊嘅。第二梯隊咧就係東區石岐主城區核心區強勢掉頭客，舊年主城區成交佔比先得個12.89%，今年上半年直接飆升到21.2%嘅，接近翻倍啊！咁呢個信號咧好明確，市場回暖之後，大家唔再係盲目追捧遠郊平價盤，反而係回歸核心地段、成熟配套、優質教育資源。東區石岐咧勝在穩定，配套齊全，生活便利，好適合港澳家庭長期自住、重視教育、追求安穩保值嘅朋友啦。最後咧，用庫存數據同大家講清楚，而家到底適唔適合落手？截止到2026年嘅6月底，中山新房庫存面積咧同比大跌20.82%嘅，樓市嘅去化週期咧直接縮短咗2.5個月。識睇樓市嘅朋友都知道啦，存貨越嚟越少，賣得越嚟越快，就係回暖最啱客嘅信號啦。以前中山貨多，樓價軟，而家優質房源咧持續消化，市場已經從買方嘅市場慢慢變成供需平衡嘅健康狀態啦。後續走勢咧都係量穩價堅，唔會大起大落。自住剛需嘅朋友完全可以放心入場。最後同翻所有嘅港澳街坊、外地置業嘅朋友總結翻4句最有用嘅置業乾貨啦。第一，而家中山樓市嘅主力係外地客，港澳客戶咧係核心嘅中堅，購買力紮實，完全唔係虛火。第二，90到144平方嘅改善戶型係市場主流，保值容易出手，唔好亂買即細嘅戶型同埋超大嘅豪宅客。第三咧，板塊分化好明顯嘅，火炬翠亨睇潛力，睇通勤，適合年輕人；港澳通勤輕資產配置。東區石岐睇配套睇穩健，適合家庭長期自住持有。第四咧，政策托底，庫存下降，成交回暖。2026年下半年中山樓市會持續企穩向上。咁如果你係港澳街坊、外地剛需，唔知道自己嘅預算適合邊個板塊，唔識得揀優質樓盤，怕高位接盤，驚買錯樓盤難轉手嘅，評論區留低你嘅預算同埋你嘅置業需求，我1對1幫你定製置業方案，專業備坑，揀到適合你嘅心水好樓。